孫仔啊，你高考考完冇啊？冇啊，下考到熱嘅。唔係啊，係冇考完啊？係哦，阿婆，而咪說冇咪說話輕了哦，係複習哦。冇啊，我以為你考完試啊，想問下你啊，嗰邊啊，好唔好考啊？哎呀，我就唔掂那邊講哦，講佢難，又唔見得講好難，我考出嚟樣啲哦。哎呀，考到好唔好冇所謂啦，切自己叻你考就好咯。對哦對哦。考唔到嘅就冇所謂嘅，大不了嘅就先日過喺工地上班。工地上班？係啊，做幾個月啦。想做咩工哦？咩去工地做工程師啊？佢做咩工程師咪哦？咪個廠房去天向日通工程師嘛。可是啊，安樣啊，嚴肅擔心佢啊。所以你考唔好就唔使擔心冇工做嘛。對哦對哦，我唔當講哦。做得啦，你以後認真複習哦。好哦。哎呀，阿哥啊，冇水啊，廠房的天向日聽工程師，搬磚就搬磚啦，講到很好聽。哎呀，看到眼睛考完的，會算我破擔心。Nice。